歡迎嚟到白明哥個 channel，記得訂閱同埋撳個鐘仔。今日係5月30號，係我同我太太結婚55周年嘅日子。我哋一齊走過大半個世紀，有好多好開心嘅時刻，亦有好多好艱難嘅低谷。最難忘嘅就係發生喺1997年6月13日嗰日，對我哋一家嚟講真係一個黑色嘅星期。當日係我女帶我太太去醫院，事緣就係之前我太太覺得有啲肚脹，醫生話嘅肚裏邊係有個良性嘅腫瘤，需要開刀割除。咁嗰日我要去沖片廠睇片，突然收到我個女嘅電話，佢話：爹哋，你快啲嚟醫院啦！呢度嘅氣氛好得人驚。當時我收線之後，哇，有啲忐忑不安，第六感話俾我聽，可能係有啲唔好嘢會發生。於是我就趕到去醫院，見到個醫生。個醫生同我講，佢話喺手術室裏邊冇辦法將你太太嘅腫瘤割除，因為根本都揾唔到個腫瘤，因為一打開個肚裏邊全部都係嗰啲壞爛嘅細胞，仲有好多腹水。於是就將個肚縫翻埋，咁即係 open and close。通常 open and close 都唔會係好嘢。我就問醫生，佢到底患咗咩病？佢話癌症。我哋一聽到，當堂晴天霹靂。醫生話係卵巢癌，仲係第4期，即係末期。我個女一聽到，當堂成個人跌咗落梳化嗰度。醫生話頭先做手術嘅時候，你太太有細菌感染，而家喺深切治療部，仲未度過危險時期。你哋最好叫晒你屋企人嚟啦。我喺深切治療部睇太太，見到佢全身都插滿喉，吊住鹽水，望住佢處喺一個昏迷嘅狀態，我好心痛，好似全個世界都跌咗落嚟嘅。我忍住淚水，一個一個咁打電話俾所有嘅親戚。嗰晚好漫長，到咗4點幾，醫生話佢度過咗危險期，9點鐘就可以入房見佢。於是乎我就趕翻屋企梳洗，望住屋企客廳嗰張全家福，我就對自己講，唔可以俾任何嘢破壞我哋一家嘅幸福嘅。我要同佢一齊打呢場硬仗。第二朝我去到醫院，好多親戚都到咗。我要每一個親戚入去見佢嘅時候咧，都要同佢講，癌症係好小事啫，醫學昌明，實醫得好嘅，或者同佢講下笑，總之就唔可以喊。我個女咧喊到收唔到聲，我就唔俾佢入病房。我要所有見到佢嘅人都要帶俾佢希望、信心同鼓勵。我打電話俾我認識嘅醫生朋友，甚至託好友黃耀恒博士幫我揾美國權威嘅腫瘤科專家，得出嚟嘅答覆都係太太只有半年，最多1年嘅時間，所以去美國都冇用，不如留喺香港盡人事啦。我太太喺醫院做化療，第一針就甩晒所有嘅頭髮。嗰隻化療藥水叫做 Taxol， 藥廠都只係話有30%嘅機會，加上啲醫生都話佢嘅希望大，但唔知點解我反而好有信心，我覺得我太太係可以康復嘅。於是就用我嘅方法去幫我太太治病。我放低晒所有嘅工作，日日去醫院陪我太太，每日睇書揾癌症嘅資料，將可以試嘅方法都揾出嚟，包括中藥啦、鯊魚軟骨粉啦、氣功啦，甚至係靈界嘅迷術，我揾得到都揾齊。我記得有一晚，我太太瞓唔着，佢話個肚好痛，食咗止痛藥都仲係好痛。當時我都唔知點樣幫佢好。忽然之間，我有一個奇想，我可以用氣功啊。於是我就搓起佢手，將手放喺個肚上邊。我太太望住我，佢話：你識氣功啊？我話我唔識，但係我心諗要將啲痛楚推走，要將啲痛楚推走。跟住我見佢瞓着咗，一覺瞓到大天光。咁第二日咧，我就見到婆婆，我就話呢件事俾佢聽。婆婆啊，嘿，呢啲唔係叫做氣功，呢叫愛心。後嚟我都有帶佢去練氣功。氣功師話，清晨第一滴露水出嚟之前咧，空氣對身體係最好嘅。咁佢出院之後，
我就每日凌晨5點咧，都扶佢落樓下嘅公園嗰度練功，呼吸最新鮮嘅空氣。講到中藥咧，我哋認識有個朋友，佢媽媽咧就患咗血癌，喺醫院咧，醫生都叫晒佢哋所有人咧去見佢最後一面。咁我朋友見到既然都冇希望啦，就揞一對中藥嘅藥材粉出嚟，就俾佢媽媽食。食下食下咧，佢媽媽又冇事，跟住出埋院，出咗院咧仲識得鬧人添。我話你嗰張藥方咁神奇，於是我就攞咗張藥方去到藥材鋪咧，係照單執藥。我將藥方交俾啲醫生朋友睇下，睇下嗰啲中藥裏邊有冇毒性。咁啲醫生就話冇嘅，但係我都覺得唔穩陣，於是就自己試兩劑先。咦，冇事喎，再食多2日都冇事喎，又先俾我太太食。除此之外，我覺得我仲要俾佢一個希望。於是我就同佢講，趁啲仔女翻晒嚟，暑假尾我哋一齊去馬六甲度假。我喺嗰度買咗間細細嘅屋。點知佢望下我，再望下佢身上面插滿嘅痕，就細細聲同我講：我可以咩？我話當然可以啦，而家距離8月尾仲有個幾月啊嘛。嗱，我機票都買定晒噶啦，我哋一邊去嗰度度假。8月最後嗰2個禮拜，我哋終於一家人去咗馬六甲嗰度度假。雖然佢出咗院，個肚仲係好大，但係佢唔覺得痛苦。因為一家人喺埋一齊，佢好開心。我每朝早咧，我都捉住佢練氣功，然後佢又揸車佢周圍去玩，佢食嘢。夜晚咧，一齊喺屋企又煮飯仔，大家好開心咁過咗2個禮拜。百鳴哥今日要唱俾大家聽嘅就係一首改編自《蘭亭晚鐘》，由我親自填詞，送俾陪我走過大半個世紀嘅太太聽。歌名叫做《有你伴我》。從來緣分似有天注定，請珍惜我這份情。難望上眼共你肩兩並，心中感覺最溫馨。連連情話共你相唱永，高聲歌唱不用停。人情調共舞多快樂，相想把那誓文定。深深一吻早定情，迷迷蒙蒙夜雨風也勁，牽手走那羊腸徑。深深一吻早定情，迷迷蒙蒙夜雨風也勁，牽手走那羊腸徑。迷迷蒙蒙夜雨風也勁，牽手走那羊腸徑。喺馬六甲嘅時候，每朝早我都用軟尺幫佢量個肚。佢去旅行嗰陣時候，個肚係大到94個 cm。咁每朝頭早我一度又少咗1個 cm， 哇，好開心。到翻到香港嘅時候，又變成74個 cm。咁跟住入醫院檢查，發覺佢啲腹水已經冇咗啦。再開刀又發覺嗰啲爛壞細胞又唔見咗啦。嗰個腫瘤縮到好細，
於是就開刀將佢割除咗。咁樣我太太就康復，跟住佢可以出院啦，佢可以打麻雀啦，佢可以周圍去做翻呢個正常人。終於我哋一家人合力戰勝咗癌魔。事有朋友問我太太，當時你有冇驚過？佢話我冇驚過。你哋個個都同我講話好小事冇問題，我咪真係信係冇問題咯。所以過程幾辛苦，我都冇諗過自己會死。嗱，好多人嚟問我，到底用咩方法醫我太太？老實講，我真係唔知。但係我覺得病者嘅心情好重要，我哋能夠做到陪伴、鼓勵，俾佢希望。感恩28年後，今日太太仲喺我身邊。雖然早2年佢又復發，但係感恩都化險為夷。呢件事發生嘅時候，我同報紙寫緊專欄，每日就好似寫日記咁記錄低成個過程。但見近年患癌症嘅人越嚟越多，我同我太太喺2012年出咗呢一本《生存奮鬥》，分享我哋呢一段戰勝癌魔嘅旅程。今日我好想藉住呢個時間同睇緊呢條片嘅朋友講，如果你有家人或者親友患病嘅話，請留言俾我，我好想送呢本書俾你，鼓勵你，支持你，幫你哋打氣。我喺呢度祝願大家生存奮鬥，攜手共走，加油！鍾意條影片嘅就記得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，下條片見。